再来看中国长期甲联合国大会第275号决议，参一中原则牵连，主动台湾参加国际事务。第78届的联合国大会9月初5伫美国纽约开会哦。美国众议院的台湾联署昨日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讲第275号决议并无讲到台湾代表权的问题，伊嘛强调讲会来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第78届联合国大会初5伫美国纽约开机，由美国众议院4个合党派议员的台湾联署共同主席发布声明，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无干涉台湾代表权的立场。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从来就没有排除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地位。在内底无一句话写到中华民国，无一句话写到台湾，伊真纯粹讲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遐行使伊的权利。针对2758号决议，中国是长期甲这个决议参一中原则牵连，主动台湾参与国际活动。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国家。民间团体认为，台湾应该对美国众议院的台湾联署这份声明的潮流，坚定家己的地位。目前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个国际趋势是，国际说我挺你，只要你走上这一步，我们会尽一切能力，并且帮你，并且你有没有捍卫自己不受中国侵略跟不受中国统治的这样子的意志。台湾独立建国联盟认为，台湾应该趁这个机会，重新制定新的宪法，并且画出台湾未来发展的蓝图，还有台湾参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嘛认为，现主是蔡英文政府以中华民国台湾的名来宣传，在国际上会让台湾甲中国分袂开，应该大大改变。记者龚兆水台北报道。